好来继续来看屏东市的信义路甲贵阳街口，有真侪出名的餐饮店，只要到食饭时间，机车就停甲甜，拢占着道路。有汽车为着要闪机车，互倒提骑士弄着。警方讲会加强处理。这怎么多人？车驶好好，雄雄。倒边一台奥多麦雄雄如倒提，直接去弄着车，互驾驶惊一个。为什么直接？我无注意看到。现场双边拢是停奥多麦，汽车为了要闪双边奥多麦，只能驶中线，想要到医院后倒提路奥多麦弄掉。其实我每次都停这样子。哦，你每次都停这样子啦？而且是你第一次跟我讲这样。哦，是。我还吓一跳，我明天就不停了。我嘛是有甲因讲，停，我就免叫因啦。来到现场，医院有不少骑奥多麦人将车停伫红线顶，落车去买物件。这是屏东市信义路甲贵阳街口，因为边有真侪店，食饭时间人真侪。警方讲，这款停车已经违规啊。目前已接获民众反映，为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，将于用餐尖峰时段，针对该路口及周边道路加强违规停车取缔。我们都叫他去弄在旁边啊。停在旁边啦哈。警察常常来啊。哦，警察会常常来啦。常常来，一天来6、7次啊。违规占用车道影响交通，即嘛增加事故的风险。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条例，会当罚600到1200块的罚款。警方强调讲，会加强在地尖峰时段违规的处理，来维护民众用路的安全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